互人叫做超前医师的徐超斌，这几年伊是调监，却伫咧台东南回地区继续替病人看诊。虽然2023年的时阵，这徐医师有创立着南回诊所，不过伊上界大希望是希望讲有一个南回病院。也那徐医师19伫咧厝内面过身，食到58岁，地方的民众是拢真唔甘。民众就医非常困难，到台中市区，因为那种大众运输工具。 要往返排车要花1个小时，然后花费至少1200起跳。多年来，看伊个用心解决台东县南回地区偏乡医疗不足困境，有超人医师外汇徐超斌，2023年6月底总算成立南回诊所。不过，其实徐超斌上想要筹建的是南回病院，不过心愿都还未达成，所以19破病过身，享年58岁。 超斌他其实在这3个礼拜已经开始做居家安宁。那在今天早上12点多的时候，他在睡梦当中离开了。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有很大的好像会缺少了什么这样的感觉哈。他这样的走，对我们来讲是损失了很大的一个。 家人、一个朋友、一个部落的人。这几年，徐超斌因为得着鼻头癌，真痛苦，所以因为一直未放心南回医疗，那病况小可稳定，就会伫南回地区巡诊。搁摆家己笑家己是病人伫照顾病人。虽然即马超前医师过身，不过伊的爱甲信念，互南回诊所伫今年9月会当有新的团队入来。 我们也很高兴呢，请到了这个高原医师来接任我们南回诊所的执行院长的角色，医护人员都还是继续执行我们做的这个服务工作。同款是台湾族医师，也是徐超斌伫基美基准科的学弟高原，已经接入南回诊所执行院长，也组成10人医疗团队，要继续为南回付出。 延续徐超斌的精神，南回基金会表示，会伫台东、台北举行徐超斌医师的追思会，详细日子甲地点，另日就会公布。记者采访报道。